回来的？我真是你命啊！我就没生病。难道我今日落眼睛？啊，嫂嫂来了！嫂嫂回来了！娘，嫂嫂回来了！媳妇春见婆婆。罢了，春见老夫人，你们都请我下去。是。婆婆，听娘抱怨道，婆婆身体不善，不知身体什么病症。是心病。媳妇实属问候，烦望婆婆是谁？不管道，不管道。嫂嫂，我却问你，我们几次派人去见你，你为我这一生不肯回来呀？只因继母病体离愈，故而无法脱身。那么亲家母的病体好些了没有啊？托婆婆之福，继母的病体好得多了。我是亲家母啊，亏得在长江里救起了你这个小人女儿。婆婆，媳妇，我来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？生身父母是谁呀？媳妇原本姓翁，是山东历城人士，不因父母早年丧亡，这怕不对吧？何以见得？你问得了别人，却问不了我们母女。劝你为日实讲的好。媳妇实是姓翁，婆婆因何见你？我却问你，那一天我送信接哥哥，哥哥对你说，要你务必行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实在我没知道其何非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姑娘，哼！哥哥之言太蹊跷，为什么你碰着对我有人看？为什么你平日对我们多冷淡？为什么你事业官很放眉梢？让你眉峰闭上时，不知道仙女何必笑？姑娘，这是我夫妻房中喜宴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好一张一字，你孔子自司马街乃燕赵，才有句修订了。第三份貌似夏雍阳，分明是赵林女外夏雍阳。不心痛，怎会变心凉？你不断沉溺必走向，明红帽子身不少，怎能无端把谁讲？花言巧语不中用，劝你为人讲真话。句句实话你不听，天大的冤枉担不下，是你婆婆为女讲。哪里去？继母病体离愈，我要回去死了。今天你休想趁我家。你们为我这样不讲道理呀？哦，你还讲什么道理？快与我回王去！去呀！
太太不走。今夜先将他告诉王妹，明日一早送还去。
非及母亲。有事啊，你得中了第几名啊？得中一甲一名。哎呀，你中状元了，真是用中要做啊！妹子向姑姑讨喜了。母亲，我娘子呢？姑姑，嫂嫂，不是你亲送她回刘家去的吗？是让我方才去过刘家有我一趟，实在母亲将我娘子接回来了。妹妹，快去唤你嫂嫂进来。这叫我到哪里去找？母亲，我娘子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哪里，我怎会知道？哦，你问你妹妹去。妹妹，嫂嫂呢？姑姑，老实地告诉你吧，昨日求见了嫂嫂回来，可今天早房中却不见她的人了，我们也正在寻找。我比娘子她。母亲，说着接我娘子回来，为我今日不见娘子。这又哪里知道？且问母亲，说着为何要接我娘子回来？啊，娘一病，得叫她回来的。哦，母亲有病，母亲生的什么病啊？哦，是疾病。相公，啊这里根本没有病。两方，不是你母生？夫人是没有生病吗？两帮与我送着将来。昨天小姐命我去接大娘回来，说个夫人是了决定。等大娘回来一分啊，夫人好端端的坐在床上，哪里有什么病啊？两方，你无生。夫人是没有生病，我又没有骗人，还不用我滚下去。两帮，后来骗怎么样？后来夫人小气，将大娘关在房里，关上了数年。听此言问他非，莫非我娘子也是急？两不两帮，你我还不加点血手他，你我大胆的去搜查。接不到娘子休婚若是不逃离，要还我娘子。姑姑，嫂嫂有一本事的。难道你想我们母女要生不成吗？你怎么讲？不是他一本事的。我生一子也没有，混淆去。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情人，今日等死路的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姑姑，老得告诉你吧，他就是朝廷的外下庸呀。我今日将他杀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你们要谁是我的娘子，我也要你们的命。告诉母亲也要还我的娘子。儿啊，快点抱过去吧，你这个小畜生！心事里
哦，相公你不必担忧，他娘还安全。我想他娘他还不认识你。我家趁着小气夫人向他娘到处往来，我心中不忍，我推了一日，放罪了他娘。他娘他已经到这了。不想当真，当真故作故作我想是相公一份。大娘到哪里去了呀？相公，你到你家去了？到刘家5个月。